根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当咧规划要搁为台湾一批武器，也加上进前的海南国产的，算起来差不多是1.25条。这个数字也就是今麦调也咧对价各方特别预算的钱啊。也美国总统川普签行政命令宣告讲，刷落来美国卖武器唔是先来先退，改做讲是先卖予各方预算悬的、有关键战略地位的朋友，也敢会影响咱台湾引起关注。 守护国家，咱来支持各方特别预算，大家讲对唔对？对。 前一天到南道县军公里参香，向乡亲呼吁，这是总统赖清德一礼拜来第5摆对各方特别预算的讲话。也来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正规划一笔新的对台军售案，金额有200亿美金，大约代票6300亿，包含一个赢规模的精灵爱国者3型飞弹，并且引进新型雷达，也有美军现役上先进的整合防空加飞弹组织指挥系统 IBCS。那加上美方已经公告3500亿军事购买，加国产增币3000多亿，合计是大约1.25兆。听讲中方对军售案真关心，更加甲美国讲，可能造成川普4月访问中国行程有变化。不过，伫国内在野党对军事购买预算也未让步。解铃还须系铃人。如果美方的朋友觉得很紧急，如果赖总统真的觉得姿势体大，那么他就应该放下他的偏执。我们还是必须要经过一个民主审议的程序。 那把所有的项目摊在阳光下，让台湾的人民知道。当时美国对外军售规则出现重大的变动，川普催老签署行政命令，宣告美国军售不过再采取先到新的模式，改做优先将恢复国防预算投入较悬，而且伫区域内底有这重要战略地位的朋友，各界关心是不是影响台湾。 这一个顺位其实主要是川普希望把一些关于军售或者是更多关于军售的一些权利放回去他自己手中。当然的话，就是在一个国防预算的一个增长的幅度会不会，或者是是否通过，自然有可能会变成是美国作为施加压力的一个手法。学者认为，川普新定强调战略优先加预算投入，对台湾是好歹拢有，是不是法度让美方感受到咱方提升自我防卫能力的决心，也真侪决定性的因素。记者综合报道。